的观众朋友们、戏迷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我是今天晚上薪火相传青年越剧折子戏专场的主持谢静莲，非常欢迎大家的到来。那么，但是今天非常荣幸的、隆重的为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嘉宾，他就是宁波电视台第3套讲大道栏目宁波人民家喻户晓，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王阿姨。今天请上她和我共同担任今天晚上的主持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王阿姨上场。观众朋友大哥夜头好。哎呦，阿丽呀，怎么这回介高兴了？是吗？侬请我来当主持哦，对，我是今羞死开心死了。真的吗？哎，那个眼小青年的演员哦，我多少欢喜着了啦。对呀，因为这几年啊，你看讲大道栏目啊，这几年推出了越剧大家唱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比赛。是哦。其实阿姨真的对越剧不要太熟悉，你真的是一位行家了。是呢，我的讲，这眼人啦，我是交关欢喜着了。这是其次。至于我呢，哎，那地方不是阿拉越剧队阿来工作过2年嘛？哎呀，对呀，阿姨就是我们原先的老领导了。说起来，所以你对搿越剧人交关欢喜，是吧？对。还有搿眼小青年是吧？我看见了你要考进。是吧？看见了你要毕业，对，看见了进这个小百合越剧队，是到阿拉这个广大道来录节目来是吧？一次比一次进步，所以我看了交关欢喜的啦。哎呀，谢谢王阿姨，阿姨你今天能够百忙之中能够抽出来和我共同主持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。我们讲了这么久了，赶紧坐下，我们聊聊吧。对，阿拉稍落来讲。哎，好，有请。阿丽哦，搿节目是搿个小朋友啦，一开始讲了做啥东西啦？哦，今天呢也是我们青年演员选出了几个折子戏，然后都是非常的经典。然后呢，我们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第一个2个出场的演员，就是潘巧巧和吕欣荣2位青年演员。搿讲了唱啥戏啦？啊，他们2个就是为大家表演的《追鱼书馆》的一则。哦，追鱼啊？对。搿我晓得哦。啊。搿具体内容我来讲拨大哥听好了呢。哎，搿追鱼哦，有个书生叫蒋真。哦，搿个有搿个秦相府啦。对。有个男人叫牡丹小姐。是的。搿2人小的辰光呢是指腹为婚哦。后头蒋真搿书生啦。搿屋里人爬落来。对，活了穷了，是的。搿秦相啦，伊比较穷，是吧？哎，对。葛么你小姐啦，勿肯过北京来。对。葛么蒋真到家了，屋里来投靠来辰光啦，准书生，后头花园里那个书房间去书多钱？是的。搿个书生呢，交关神经，交关用功，搿起来书馆里老来个读书是吧？感动了。搿字里样个讲李啦，对，李英今年，哎哟，搿欢喜搿书生是吧？对，毕竟牡丹小姐来你得搿个师生相会，跟他私会是吧？对，哎呀，太对了，好吧，那听我们讲了这么多，观众朋友们一定非常期待，马上就能够看到这出折子戏。好，接下来就请出2位青年演员为大家演出这出《书馆》一则。好的，欢迎。
他不理不睬，命我公道在草房三月来，飞与小姐见面，妃子他可否把我记心上？说什么姻缘本是先生定，有谁知深情是一场。他经过三太不遭他的许，我早生啊何时得中长远又听得一声声鲤鱼摇郎，八月阴晒成了三地明光。鲤鱼，鲤鱼你哪里去了随风？我这里求索望，我怕一未成功，我担心你可承受。只差见情书难通，空插下晚风吹长。鲤鱼父子，我杀他做什么？我还是读书去吧。
着美旦小姐的模样，写去一位变了。7、8岁才迎房。
想。果说是小姐累到书房，小生未曾原因。哎呀，有才呀是有才，不管那是不管。小姐，小生失望见累，我们还是在月下当俗啊。小姐，请坐。啊，你请坐啊！木鱼啊！脏啦！小姐，请啊，请坐。哎呀，好一位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英俊的小姐也，小姐长啦。我长正远逃来丢题，梦若不忘明我在必不但宽公书文，我常把此生恩必长于，真乃是不愿难把容女情。今晚多
长相听，隔壁那牛郎金马声声飞。他妻子头里风筝永盈美，更有那苦海豪情隐隐生情。莫讨姻缘一般，恰随子啊，今晚雨下又相亲。戏子自从当泪阿姨怎么样？唱的好不好听？好，唱了好。哎，阿丽呀，我看看好像唱这个梅丹小姐给人了哦。啊，这位家像王志平了喂。哎呀，阿姨眼睛太尖了。这个巧巧呢，她就是拜我们王文娟老师的学生王志平为师的。哦，刚才我都讲，不但这个唱了好像哦，为对人呢相貌也像哦。对对对，非常的神似啊。是啊那么潘巧巧呢，她其实从艺也是蛮多年了，依然是个老演员了。哦无论唱作演，你看她都非常的全蛮稳的面，哎对非常的稳重老练。哎那么那个小生呢，她其实从艺才没几年。哦，对哎虽然看起来比较难哦，但是这个扮相好，嗓子好，表演也就个神经到位哦。对对对。有发展许多哦。当然啦，哎相信经过舞台的锻炼，是啊肯定会越来越成熟。对，是啊。作为宁柏的一员啊，觉得自己的小百花后继有人，真的从心里面还是感到非常的欣慰和我就开心。更高兴了。哎，搿只阿拉往下讲，接下来有意思的东西啊，说人来演。接下来要上场的呢，就是京派花旦许珊珊。珊珊，对我认得哦。哎来过电视台的上次那个来唱《锦香里》。对对对，她其实演过很多的大戏，比如你讲的锦香里啊，哎，我有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啊，哎，我有五女八truyền个什么翠云啊等等。哎，这个扮相就个端庄，是个走青衣的好苗子。哎，对，因为这次呢，她也是京剧移植过来的一段折子戏，叫《狮子惊风》。哦，满剑功力的一部戏。这段戏难演哦。对对对，就是小孩给人家抱走了，其实就是哎受了刺激了嘛，哎又舞又唱又跳的，其实是满剑功力的一部折子戏。哎，阿拉两地到高峰高嘞，我还是看起来表演吧。好的，好吧，那就请观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欣赏许珊珊的《狮子惊风》，大家欢迎。好似虎
见娇儿入官仓端放高桑，从一粒娇儿不停。气匆匆，娘心孩儿苦淡黄
呀。